呢部 smartphone 唔係行 Windows Mobile， 亦都唔係行 Android， 到底係咩平台呢？等我開估啦，其實佢係行 Qualcomm 嘅 Blue 平台。今日 HTC 喺香港推出入門級 smartphone HTC Smart， 雖然佢係入門級手機啊，但係佢哋相當重視部機嘅宣傳，仲請咗歌手嚟表演添。依家請佢哋講下部機有咩咁特別先啦。Hello， 我係 Leanne 何思妍。咁 HTC Smart 咧，雖然佢係主打呢個廉價嘅市場，但係佢嘅外形係好高貴嘅。你睇下，同埋佢配備咗咧係有個300萬像素嘅閃光燈嘅相機啦，咁佢隨時拍咗啲相之後，跟住即刻 upload 上 Facebook 嘅。聽落去都唔錯喎，就等我哋香港編輯部拎部機嚟試下先。雖然話係入門級嘅 smartphone 啊，但 HTC 都有為佢配備咗 HTC Sense 界面同埋整合社交網站嘅 Friend Stream。界面設計都係以簡單實用為主，而 FM 收音機、電筒功能等等都有齊晒。咁部機用嚟上網又點樣呢？我哋發覺用佢嚟睇網頁都算係流暢，唔會話好窒。不過部機就冇 Multi Touch 功能，如果想放大縮細畫面，就要用下邊條巴或者 tap 個 screen 兩下。而部機亦都冇內置 G sensor， 如果要轉直向橫向顯示嘅話，就要撳 manual 掣轉啦。我哋覺得部機作為入門 smartphone 都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而售價都算係合理。得